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个就是册，册仔的册。读册是鼻音，册就是稻仔内底稻谷，就是稻水拍落来也袂脱壳的形，咱讲是册仔。甲册仔拍入定的，咱讲是拍册；也袂收割的树仔，咱就讲是册青。另外文音读做俗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册鸟啊，嘛人讲是触角鸟啊，因为一般拢是食虫食册仔，所以人讲是册鸟啊。第二个词读做拍册，就是无把水的稻仔。有一寡俗语拢和拍册有关系，像讲咱顶礼拜讲到拍册收入好米糜，这个意思是摕来读倒碗牙意思。另外，粗坑还粗坑，拍册还拍册，就是鱼还鱼，虾还虾。另外，还有大风吹拍册，这个意思是讲身体较烂的人，一粒就会互人画到，就会风邪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粗坑还粗坑，拍册还拍册。这只鸟啊，到底是册鸟啊，或者是乌喙笔啊？详细一个甲看是无共款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册，这是鼻音，另外文音读做俗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